唔也係啲哪啊？係呢啲種下嘅幾件路喎？冇啦，我上陣日等於係老嘅嘅片，嗰位哦行較老年，成塊面行較離片啊。那有冇吃到一些大餸吼？還記得啦，頭擺細時節吼，我啲nhà木下頭前嘅無糖大球嘅。有啊，我還記得咯，嗰種時哦，冇生意將球嘅，得幫牙木卡嘅糖下，係採取得落害怕。很見社會事情，冇講嘅啦。還有咩採取咧？得到牙木卡嘅組頭哦。梳頭，干咩？嗰種時係打到牙巴，一打到牙尾啊。唔記得哦，啲牙木卡哦，要到煮飯啊，做家務事都係牙巴啲做哦。因為鐵擺糖多，原來牙巴呢個卡係會煮飯哦。係哦，因為哦，我們一下懂不會存錢哦，阿爸為咗支持佢，故說啊，就留啲副卡，天數做一條事情啊。我還記得嗰啲年代啊，南美人嗰啲我會打標，忽然間啲個卡做家務事，哇，有個卡要一樣一個人整件東西呢。係啊，用當好啊，唔管係細嚟還係細妹留啲副卡，但將哦係自家想一個嘅想法，一樣處理好啊。講嘅確實有樣啊，我有個卡也咩辦走嘅啊，仲下應該長春老人家係好。係啊，每位吃到有一些大餸啦。係啊，咪一下去到種下哦，人都少一度呢。係真嘅呢，後生人啊，仲係可以去讀書哦，來去打拼啊，讀書工作機會較多。冇，然之後我尋時間哦，你當叫我轉去種下，我放鬆吧，還有講到呢，有樣嘅模樣。好啊，佢就一擺一細條做曬講係喎，再去新加坡啊。好，冇，人哋約時間好呀，約時間。睇下咱自由行係啊。大家有啷個口樣冇真經想唔到，原來阿芬嘅阿爸吼，啲副卡都會入做下呢。啲幾十年代實在當閒的，尤其啲莊下天氣閒的，我哋講嚟啱到，跳下來看一下家下嘅短劇地圖有哪條嘅詞彙，韓國記憶做嚟學習了。